哦，这个项目呢，有个故事哦。以后的代志，伊讲500年以后的代志，要叫人结一世的姻缘。哦。啊，前面当主要就500年以后的代志，会足久的，伊就甲接受。所以怎安怎摕着这款凤梨花，等于要甲咱天天果物接受。啊，大家师兄弟送的花，天天果物拢总欢喜家接受起来。但是呢，贤惠当主送的这款花，天天果物唔敢收。伊甲讲这是恶花啊，贤惠当主甲来讲，啊，这花明明这么水，你才会讲伊是恶花？伊就来讲，啊，这是要叫咱结一世姻缘的花，哪会是好花？所以唔敢来收。啊，即摆呢，贤惠当主就讲，啊，这是500年以后的代志啊。伊讲，天堂迄个凡间500年，天堂吼，迄个到啊。所以吼，你敢知影迄个女主是啥物人？讲伊，迄个女主就是有天天女的一个道理。伊已经吼下世啊呢，已经去投胎啊，你嘛爱赶紧落去，安尼就对了。爱着伫遐求咱这个人间果物啦，啊人间果物讲讲迄种，但是已经去投胎去民国，吼，叫伊赶紧去投胎到天吉国，所以两国是隔界。伊讲吼，你赶紧落去，伊是去做民国的公主，你去投胎到天吉国做太子，安尼。所以呢，伊甲讲啊，时到我人唔知影，通好倒转来，唔知影通好来收着。啊，我当转来啊，伊讲嘛，因放心，伊会派人去助伊，甲伊指点，互伊会当知影通倒转去。哦，袂倒转去伊会有问题。所以时间呢，经过了后，伊就真正就爱投胎啊。那么，咱再来讲，这个悉达多。吼，伊投胎伫天吉国，叫做悉达多太子。那么伫伊13岁的时阵吼，其实照互我过去看的这个故事，伊是讲悉达多太子当要出世的时阵，就有一位啥物，就有一位这个道长去甲伊讲，伊阿爸袂继承皇位，甲因国王讲啊。袂继承皇位，伊阿嬷会出家啦。啊，所以国王吼，伊就做到拢毋敢互伊去接受着外口啦。伊惊讲伊即个王子吼，阿嬷若真正出家吼，啊伊个皇位都无人传啊，吼都无人继承啊。所以家己保护到拢毋敢互伊用外口的去接受着。咱无法度看，吼是安尼。啊，但是伫咱40年里面，无讲安尼。啊，伊咧很少个啦。13岁的时阵，伊有一天毋是拢伊地。啊，你啥？那你用？哦。啊，无拢怀因皇宫内底啊，伊想要四界去行行。那你，所以呢，国王呢，就真正派一个老神陪伊出去啦。所以因呢，就开始去游四声嘛。How much money is in your pocket? Đây chắc nhỏ pa, đây nhỏ pa này nó là cái, này nó có một đứa yêu cầu chả có tiền. When you should hungry, you should prepare food to that. Mà ít thôi. 啊，这是啥物情形啦？伊是安怎呢？伊讲因为伊老啊，所以目睭看无啦，就爱花好这个乖啊，伊到有出动啦。啊，这黄金安尼嘛，做歹看，吼，并无安那，并无像伊所想讲要看安尼就对啦。伊讲，吼，伊讲安那，伊讲。
所以吼，啊若听的时阵，伊就会听，拢会安怎哎呦喂啊！所以呢，伊来到遮就是安怎，听着人咧破病咧哀的声啦。你若问迄老师讲，啊，迄是啥物声啊？伊讲，啊，迄个人咧破病，艰苦吼，咧哀的声安尼啦。伊讲哈，啊，这嘛毋好看，哦，过来走来到西门，去到西门的时阵吼，安怎？看着人咧哭，哎呦，啊，遮遮济人咧哭啦，是啥物声？伊讲啊，迄就是人吼，老的时阵吼就会死，所以今仔日就是伊吼，这离乡村的人离开，吼，大家拢非常悲伤咧哭的声。伊讲啊，这嘛毋好听，过来到北门呢，安怎？听着。囡仔咧哭的声，我好拄着人迄落啥，安尼一个囡仔若出事，看着，咱的囡仔若出事，敢有人听着咧笑咧？拢嘛无，拢嘛爱甲叫叫啊吼。所以就问我讲，啊，迄是安怎？伊讲，迄就是阿囡仔出事，哦。所以呢，安怎？迄落咧哭的声，伊讲赶紧去抱来我看卖啊。啊，咱若有看到迄阿囡仔出事吼，实在无水啦，规身躯个红讲讲啊。因捌起来的时阵咧，面嘛拢安尼，哦，啊伊拢做歹看啊，红讲哇，莫遮歹看，安尼啦。啊，即摆吼，伊吼，问即个老师，伊讲啊是安怎咱今仔看的菜拢安尼啦？伊讲这是必然的，人生呢，吼，来到即个世间上，有生就会有老，有老呢就会有病。有病了后呢，就会死，生死轮回嘛，这本来就是咱吼应该爱行的一条路嘛。爱着家问讲，啊若安尼有啥物办法，通好撇你这个代志？伊讲唯有入深山去修行，吼，唯有修行才会当超脱生死轮回。伊讲哦，啊若安尼是要做落，伊讲去雪山。雪山遐吼是一个树林，伊遐有青菜，有水果，是一个四季如春的所在，是一个修行的好所在。伊就讲好，安尼伊就要吼，伊就转去。伊要转去的时阵呢，咱的伊就做了一首诗，伊讲浪漫含花大梦。两尾目睭含花就是讲花花啊，若比讲花一样，咱讲无啊，咱哪来讲讲花啊？然后看到这个字吼，拢无看，哦，就是讲浪漫含花当梦咯。啊，安尼叫阮食饭去看病人胃口较好，嘛，有当时咧看到伊有啲啊疼尔，饭嘛食袂落，所以讲量迄个。靠
做哪里所以他还有我们认识。那么我今天给咱大师傅洗了啦，他会用这个啥呢？用这个啥在哪搞？像我们讲到古代，俺大家拢有，求得两个三宝，咱的三宝用这三字来咱学习一下。第一字叫做啥？来青阳旗哦哈，青阳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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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人过年的时阵，迄个门帘吼，话拢会去买一个啥？买一张迄个三阳开泰，有无？有。三阳开泰。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是好诶，爱歹。好，好咧。所以呢，第一字叫做青阳旗。咱进安尼的时间，有分做日时啊，交暗时啊，对不对？透早日头若起来，就是天光咧，就是日时啊；下晡日头若落山的时阵，就是暗时啊。所以有人问我讲，有啥济三阳了后，敢有乌的啦？我甲讲，若要看到乌的，就暗时啊。人吼，那么咱家想，这个日头对东平白天对不对？安尼伊也洗到东平的时阵，拄啊好就是啥？日正当中，也就是亲像咱的中昼时啊。所以这件呢，叫做南风饼经过，过上红，就是叫做红阳。所以足侪人唔知影三旗到底对来，咱学法今仔日就是想讲，现线搁互咱加深咱的印象，啊无拢敢听讲三旗外协，吼，唔知影咱这个三旗是安怎啦。所以呢，东面东风吼，甲因上北，啊北就是上青，这伫五行内底就是安尼吼，东风甲因上北，啊北就是上青。所以迄旗呢，它叫做青阳旗。啊，因为对遮落来，这边就是日时啊，日时啊就是叫做阳，暗时啊无看就是叫做阴阳。哦，所以是安怎？咱才会讲青阳，它就是青阴，毋是安尼好诶。所以呢，他甲咱讲，南方饼顶是上火。哦，啊火是上暗，所以呢，第二期叫做红阳期。哦，那么现此时五味交替，道运一直行，行来到遮，西方加新金，金是上北，西方加新金，金是上北，所以呢，现此时叫做啥？白阳期。经过到遮过了后，咱常咧讲世界末日，就是因为这拢总是阳，这边落来就会属阴嘛。所以世界末日，你看全世界的劫数真正有够多。吼，拄着的时阵发生的代志，拢总是足大的劫数。所以呢，这也就是咱的青阳旗、红阳旗、白阳旗，所以这是上尾啊一条大修缮。哦，如果若有参考数式的，伫咱的体内，这个成分会较济，叫做钾。伫咱的元素内底，就是讲咱的体质内底这个成分就较大。啊，若是别因人若有用好有，还是啥物有毒的物件，这个是会当防毒。所以，较有法度通保存着咱的生命。是安怎过去的师傅拢常叫咱爱参考如数，就是要提高咱这个顺畅的情况。哦，啊，就是讲要互咱这个加的元素会当提高。安尼咱听有咱同学的意思，所以咱若大家拢有参考数式，咱自然咱的这个元
元素的提高，哦，就较袂去遭受着这激素的摧毁，咱这是有啊，哦，就来。那么呢，讲到这，咱就是咧讲，咱7点5年份，吼，咱细阵识得着太子，真正去到雪山修行，啊，修行的时阵，伊有修成这个伊上头安尼，看到伊采收起的迄菜，伊去挽菜来食，还是迄水果来食，结果伊阁生出来，伊就想讲心肝内足自卑的，伊就想讲啊，这嘛是，吼，会阁生出来的物件，伊嘛是一种我的物件，啊，既然若是我的物件，伊拢来当做做的，所以伊就毋敢食，啊，毋敢食，就互伊枵到安怎，无气力。啊，四大天王呢，上天派四大天王来啊嘛，来指点。伊讲吼，这是阳光、日月、水所照所产生的物件，所以吼，这会使食。吼，只要无血气、无血气、无燥气，足侪人讲啊，你吃素的，袂使食迄个台类牛肉的，啊，就甲咱同学问讲。啊，迄个白杂啊，无血，安尼怎会使食？因为伊有燥气，所以有血气、有燥气的物件，为做燥的。哦，所以呢，到迄个时阵，四大天王是互法来甲伊指点，遐个青菜、水果是受日月好食，阳光所好食发生的，会五谷。调这水果，这拢袂使食，吼。所以呢，因此呢，伊安怎，伊就开始啊，已经迄倒啊，伊就甲伊讲，伊若是搁继续做遐修行，修伊家己苗，伊爱赶紧下山，去安怎，去普救众生哦。咱一个人修行学道，已经知影道的宝贵啊，咱怎爱去？都互较侪人知影，安怎来引导？所以呢，你看四大护法呢，就来指点啊，天神就来甲伊指点啊呢，指点讲叫伊就爱怎去下山呢？哦，通要去度一切的众生呢，毋是干伊家己都要独善其身，修伊家己呢。哦，所以因为咱每一个人拢爱安怎？量足尊啊，不分强弱啊，哦，所以若无的话呢，加一项，独善其身袂使，哦，独善其身袂使。所以伫个遮呢，哦，我问一个，这内底条咱头发梳。哦，所以呢，过来呢，也就是讲，伊已经下山，哦，四大天王来到雪山的时阵呢，甲太子讲吼，咱甲我讲，迄日月所照，骷髅所住呢，这拢总袂使食，太乱心法，四星所太乱心法，四星，吼，迄有做起的这物件呢，就袂使食，哦，就袂使。所以呢，你若直接自修尔、自定尔，有何功德呢？哦，啊，若敢要修你家己尔，是你独善其身尔，上高成就嘛到底到罗汉，到个后菩萨，独善其身，你甲看讲咱个罗汉吼，阿罗汉，迄若是去庙里有跪迄罗汉，人个拢安怎？手拢拖拖大大跪跪，迄就是拢独善其身修行的。如果伊若是有安怎去变怎变成永足尊，毋是修伊家己，伊阁有去行光了愿，阁有去普度众生，伊就会变安怎晋升去。你看咱若去庙里看到迄佛菩萨吼，因的目睭是足自然的，是8分黑，2分灰，拄啊亲像咱咧求道的时
咱若点到的时阵，迄情绪咱若好啊，咱应该拢会当知影，吼。所以呢，甲太子讲吼，你若安尼倒遮是无啥物功德的，你赶紧速速下山去劝世度人，后来你会当成为一个中间教主。所以咱世尊是毋是成为佛教？吼，即个世界各种种佛道，吼。那么呢，太子听了后呢，就赶紧落山。落山来要劝世度人呢，伊来到一个啥呢？孤独，吼，孤独的即个勇者的厝，伊要去甲伊化缘。当即个勇者呢，看到即个和尚呢，的衫裤穿甲安尼挂挂，所以呢，吼，伊就即勇者真自卑，就准备几两的银仔，金仔互伊，吼，几两银两互伊，啊，佮加2匹布，2匹布互伊。那么呢，甲即个和尚讲，这银两呢，叫伊代替伊去买油香，吼，通好去买油，啊来用好，吼。啊，这2匹布呢，就送你做衫。结果呢，太子将这银两摕啉手里，啊，然后摸着这2匹布，去到迄个中者因的门口尔，踏出伊的门口尔，就是像咱这个玻璃门仔了，伊就怎啊倒伫边仔困啊。啊，结果呢，怎啊倒伫遐困？啊，迄个即个伊的家人呢，就是伊的即个勇者的即个内面的迄个龙婆迄个牧人呢出来的时阵，看到伊困伫遐，伊就入去甲即个勇者讲啊，伊讲啊，咱家己我互伊银两条布，迄个和尚吼，伊倒伫咱的门口困呢，啊，结果呢，这勇者出来的时阵，就安怎？就感觉讲啊，即个和尚少年啊，看起吼，即个家都袂歹，吼，就是真有意境，有一个仙，人讲的仙魂的即个骨头，啊是安怎来遮办大，遮懒散，歹摕着这钱，也无去落去怎啊，骗伫因的门口咧困，所以呢，就甲叫起来，啊，甲叫起来了后呢，伊讲啊，若到遮困，结果等一个这物件，若去互人行过，甲伊摕我买，啊，伊毋着啥物拢无啊，伊毋着啥物拢无啊，结果呢，太子甲伊回答，这个时阵悉达多太子呢，甲伊讲，伊讲人生在世，相干若开的时阵这物件是我的，但是目睭若摕落的时阵，这物件拢做别人的，伊就甲这个勇者安尼讲，啊，这个勇者互伊讲了的时阵心中呢转换，心中转换，所以呢，伊甲伊讲，师傅虽然真稳当，安尼真懒散，但是伊讲的话佫真有理呢，毋知影伊伫倒一间咧修行，安尼啦做一间庙寺啊，要安怎称呼啦？这个太子甲伊讲，伊就是伫雪山修行学到的。那么呢，这个和尚讲啊，雪山修行，啊若安尼个太子啊，因为天地国族啊，拢嘛知影因天地国的太子，悉达多太子去伫雪山修行，所以安怎？这个中者呢，伊就知影讲，伊就是悉达多太子。那么呢，心肝呢大惊，伊赶紧跪落咧甲拜这个太子，啊太子甲伊讲甲伊扶起，伊讲伊已经为来咧修行啊，叫人行这个本性之咧。尾啊，这个中者呢，就是讲啊太子伊含江山都无爱啊，江山都拢放下无顾啊，若安尼伊这家业他有算啥物？所以呢，这个中者怎啊放弃伊的家业来拜咱的悉达多太子为师啦？这就是伊第一个修的徒弟下山落来。
所以呢，但是呢，这个我，这个后生，我到目前这个上呢，这中下的后生呢，所以呢叫做世主。结果这个世主吼，看老爸要从这大点就关出去，伊敢来问讲？本来伊若无关出去，这物件阿妈是讲迄个中正，若无伫的，他们后生会伫的。老爸这种那个关出去，伊当然无关系啊。哦，伊当然无关系，所以伊就安怎，伊就调工来斗卡啦。哦，伊讲安那？伊讲你若是吼有法度通好将伊即个建地，吼要起庙的即个建地，拢甲伊补金啊。哦，伊讲若会当将金银甲伊保管伊的。伊就要互伊使用啊，哦，结果中正的即个世主吼，伊讲伊就无意见啦。那么呢，这个时阵中正就用了伊的奴隶，赶紧去将金银拿来补。这个中正既然是，我就问咱注意到还佫有足侪财产啊，所以就真正去叫伊的啥，伊的。迄附近迄奴隶去甲这园仔，就讲要起厝、要起庙时的这，甲伊好好的，好好的就是要起即地。结果伫即地内底有足侪树啊，啊铺地了后，当然因就要开始插树啊，通落去起庙时啊。这世主都毋放伊煞，伊讲我无你土地尔，我伫这树啊，我种的，你才会使甲我。错掉，就搁刁咱一间，刁咱一间就甲世主讲，如果你若有法度通好拢甲伊吊金片，像咱咧求大链咧，用迄个做拍一条像树仔叶，像树仔叶安尼。伊讲若是有法度通好甲伊挂银牌啦，若安尼伊就拢安怎，拢互伊安尼就对啦。大哥太子，伊已经安怎得道啊？所以呢，伊嘛是叫人安怎？太子呢，就演法，然后叫人一甲伊挂金牌，连命时间尔，就规个拢甲伊挂定啊。安尼，迄个世主呢，就无话通讲啊，真正就将伊波动一变，然后还原了世尊，互咱一点无明过来。那么呢，到尾啊，世尊呢？若是拜咱的这个释迦佛太子做师傅啦，那么我再讲，咱倒转来讲这个天德国，伊这个太子离开了后，天德国后壁无人呢，但是呢，嘉兴国的公主已经安怎？已经去出世啊，所以就要来兴兵就对啦。所以过去迄一国交一国，交界的时阵，有当时人讲会兴兵作乱。伊就这个公主就去一个这个高庭的这个铁鼓啦，甲送去是因天德国的城边仔啦。甲伊讲恁若是有人有法度通好甲伊写烫过，伊这高庭的这个鼓铁鼓就对啦，高庭一庭的铁都写袂过啊，更何况高庭才写会过。伊讲若是有人有法度的话，伊就要安怎撤退啦。若无的时阵伊天德国就爱归啊英国。所以呢，皇帝倒也无奈的时阵，伊就安怎有人甲伊讲，不如咱来请太子转来处理啦。结果呢，伊请着咱释迦佛太子要转来，太子本来我唔转来，尾啊呢，国王甲佫第二次佫派人去传过，甲伊讲你虽然出家，但是呢，你嘛爱有慈悲的心，考虑到咱天德国遮济的这个百姓的生死，所以呢，叫伊一定爱转来。尾啊呢，咱世尊真正有转来，转来的时阵马骑马的时阵，射去伫城门顶，迄个高庭的鼓，高
烧香点火伫遐顾尔。所以呢，有一天呢，拄啊好啥，迄个太子吼，交公主拄啊好伫迄个楼顶房间内底拍开窗啊，看对外口出去，伊的衫啊拄啊去互风飞出去。那么外口的天神知影讲太子就是伫遐，然后呢，就化作安那四大天神就甲伊提醒，吼，甲伊讲你的迄个你的高堂的庙事，你的地主拢散了呀，剩无个人尔，你还佫毋赶紧转去处理？吼，用的是用魔音传到魔音来。伊早甲因即个公主讲吼，伊一定爱离开，伊爱倒转去，赶紧倒转去，吼，高堂遐庙事遐处理遐代志。那么，即个公主呢，亚明国的公主嘛，真善解人意啦，吼，所以呢，伊也知影伊的苦楚，所以就答应互伊转。但是呢，即个时阵呢，迄个要走，咱的太子呢，吼，用一个钱去甲天德国的即个甲即个亚明国的公主呢，弄着身躯，结果即个时阵，公主无心，吼，伊佫惊一早的时阵，源头过来甲伊看一个，知影讲未来公主有危难。所以伊怎啊翻头倒转来，送公主两项宝物，一支叫做济难香结兰的香，另外一支像咱迄个布珠伫涂骹迄个，吼，会当洗迄个布。伊甲伊讲，你未来会有危难，有危险，吼，如果若拄着紧急的危险，你着坐到即个布的顶头，甲一支结兰，吼，会当解开即个危难关的即支香，赶紧甲点落去，甲伊叫三声，吼，迄个太子母，吼，甲伊叫三声，伊就会倒转来甲伊解伊，安尼就对了。所以经过安尼了后，真正为虾米有啥物难？危难的所在，别人有心的时阵是10多岁才开呢。你看来即个公主有心，偌久才生迄个囡仔者，6冬。啊，年轻，即个做太子早就离开公主的身躯边，搁倒转去遐，那么看到伊有心，6年了后才生囡仔，6年了后才生囡仔，一定是大人会生气的。这段时间太子都无伫的，所以就感觉讲伊是做了唔少的代志出来，吼，当堂呢是亚明国一个公主，啊，你哪会使做这个下死下酒的代志出来？像我甲关面像东墙铁壁安尼，用火要甲烧死啊！安尼这个叫咱就来无？来嘛！所以呢，伊当当伫遐无法度啊，吼，叫恁袂去，啊叫人袂知啊。所以伊就去中国去想着讲，太子要离开的时阵，甲伊讲伊有危难的时阵吼，叫伊摕出这两项宝物出来，真正吼，就是安尼。伫迄个时阵，伊就摕出这两项香点的，啊坐伫遐，叫上天主也叫太子，结果太子收到信息了后，就甲公主大帝倒转去到高堂。尾啊，即个安怎？即个公主怎啊交太子做位承言？另外边仔搁起一间变，以前咱的太子收徒弟拢总是收天道，所以毋知讲啥，天道就是比坤道前世人加收500年。哦，所以要由道过去要修行，大部分拢总是天道尔。坤道是等到尾啊，公主出家，世尊答应伊，答应我搁起一间叫做红大开师傅，坤道为修行。啊，所以呢，即个亚明国公主同款有修成正果，哦，同
款有修行正果。所以呢，今仔日呢，咱目前交咱讲即个，交咱讲即个啥？七十多太子游四城嘛，也就是讲七十多太子，伊贵为一位个太子，伊游了四城门，看到生老病死的即个人生的即个苦楚，用到轮回的痛苦，所以伊甘愿放弃着伊的即个阿嬷咧继承的功夫去修行。那么呢，田主是过去咱拢知影，修行要修行的时阵爱安怎？去青山古洞嘛，千期要修行爱去青山古洞，修到3000公800个，圆满的时阵，上天才会派人搁落来试验试验啥物？因为过去伫青阳期的时阵，咱若换人也无像进前遮好讲，一领棉袄穿的就爱是迄落羽绒衣穿的就小本本啦。以前穿的话拢总是啥？树叶啦，若无就是迄落布袋，迄落足粗的迄落物件。所以伫换人的时阵，啉酒就会当互身躯安怎烧起来。所以呢，咱讲酒可以御寒，即个酒呢，嘛是伫青阳期的考验，因为伊修到3000公800个的时阵，上天就会来派人落来考验，看伊是毋是有烦恼，会当安怎成道的代志。所以用酒来考验，酒若是啉落去，伊就破开。所以呢，青阳期的时阵是以酒来咧考道。那么呢，红阳期的时阵呢，红阳期的时阵用啥来咧考？用先考道。因为红阳期的时阵呢，就是出家去就是做和尚做尼姑，这个色呢，不只是人妇的色，甚至呢是咱的物件，形形色色。你甲想，咱一个人要去出家做和尚做尼姑，伊是毋是就爱放弃着伊厝的一切产业，当有法度通去带就是遐修行嘛。所以就是爱有法度通放下伊的产业，伊的厝的产业，伊当有法度通去出家做和尚做尼姑。那么呢，天主是咱运用的时阵呢，用啥物考道？财考道。所以，咱即位修行学道，要求道爱安怎？200块功德嘛。咱拢有够会知影如果若是无够爱赶紧摕出去看善道的。你若家己无出着迄200块爱摕出，因为迄200块是啥？人甲咱摕去印善书、做善事，是要弥补咱过去未得着到以前毋知影所犯的一寡罪过错通互别人出拿，也是有叫别人出去的，爱摕出去看啥甲你倒去的。所以呢，用财考道，但是呢，真世俗的人看钱有哪性命无？看钱敢有哪性命？来，咱注意看卖的咱老婆师虽然逐个听过资料真久，三宝嘛听过真久，凡是拢无印象。学校时间，其实拢总有16岁，性命嘛拢总是16岁，所以加起来安怎？钱交性命袂重啊！财考道，钱交性命袂重，所以即个人讲看钱，当时啊，搁看无像伊的性命较重尔。为什么？像这乌白这的人足济呢，家己店较去乌白出来啊，性命呢无值钱，但是钱呢有伫身躯边啊，有伫身躯边，性命无要顾。所以也就是甲你讲，天主是运用伊财考道，所以呢，有真济咱看最近有感受着讲，如果呢，咱若是会当安怎？时常欢喜充满，时常快乐过日，其实会较无
快乐，无忧无愁，但安尼会当过了较健康的身体。那么呢，今仔日呢，咱学校呢，这个因果故事，交咱分享到这。第一，就互咱知影三阳开泰，因为伫即边拄啊好拢会拢啥一时啊，对单边、青龙旗、单边、红龙旗、到点就是白龙旗，拄啊好日头出来安尼晒半日，对下晡日头落西落去即边，拢暗时。暗时啊，就毋是叫做阳，是阴。所以呢，有人问咱同我讲，啊，你青阳旗、红阳旗、白阳旗，你有敢有一支乌阳旗？我讲乌灵旗的乌阳旗。所以呢，就一定就变做乌。既然是乌红，就毋是叫做阳，伊是阴，所以无乌阳旗哈。有人讲伊这是乌阳旗的乌阳旗，乌就毋是属阳。乌就是属阴嘛，所以咱的三阳开泰，就是咧讲咱的三六业，就是青阳旗、红阳旗、白龙旗，所以呢，咱今仔日学校呢，就叫咱分享到这。咱敢有啥物问题？或者学校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学校呢，昨晚着，伊讲啥？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去做上司，一个是生理人。那么呢，这两个朋友上司当然会想要安怎，甲这个生理人伊咧卖杀蚊啊。过去无像这有迄个杀蚊粉啊、洗衫枪啊，拢总是洗杀蚊嘛。所以呢，这个上司就一直咧甲这个生理人安怎来开始，讲道理互伊听。这个生理人伊就甲这个上司讲安怎？伊讲你莫讲嘛啦，你讲经遮尔济年，世间上这万人，这歹人嘛一大堆。伊甲伊讲安怎？你讲经遮尔济年嘛就济回相思一世界，大家拢爱讲经，但是呢，世间上嘛是共款，搁遮尔济人，咧做歹人。那么，这个上司为了改变咱怎样知？伊讲你卖迄杀蚊啦是真正有效，嘛足侪囡仔的身躯衫都乌趖趖，是后壁佫你洗身器是大人甲洗身器，伊若安怎穿出去就后惊人，敢是咧怪迄杀蚊洗无效，但是杀蚊来洗无效。是搁去污染的啊！你袂当讲经，听这道理，共款话有改变啊，嘛是真侪人会改变啊。本来10分的用功，先改变1分、2分、3分，咱若不断咧来调整，其实毋是会慢慢改变起来。所以呢，迄个上司就甲伊讲，你杀蚊遮拢听，但是呢。囡仔嘛，逐个穿甲迄衫嘛是无甲平时过啦。伊讲伊后壁搁咧过诶，伊讲对啊，因妈妈嘛甲洗甲足清气啊，但是呢，伊嘛是后壁搁去污染诶啊。所以呢，这就是讲，互咱知影讲，准做有一车诶茶伫安尼火烧，但是你灌一瓢水去甲破无干，你袂使讲迄水无影会当灭火啦。我哪有甲破过，也无我，其实毋是水袂当灭火，是因为你的水伤少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互咱知影讲，有当时咱所做的功德，因为无够大，而且咱若万一搁有做了小错，迄功德还会做，扣加减，就搁剩愈少啦。拄着真正的劫数，还是真正的冤欠来的时阵。功德根本就无够用，毋是功德无效嘛？各位浅显，各位老菩萨，功德有效，看咱这些啊，就安尼。好，那么呢，咱学校今天就到这，谢谢。
哦，感恩啊！哦，感恩处长准备，谢谢处长准备啊！哦，准备洗手，准备要食饭。